这个学校开学，桃园的占良国小打造一座防疫喷雾的隧道，这泵坑是用次氯酸这种的消毒水，帮学生做全身的消毒。这当然是为了学生来设想，但是有不少医师跳出来批评，讲次氯酸对环境是会当杀菌，但是喷入的身躯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。 入校门爱先量体温，过这个雾的泵坑，确保规身躯拢有喷到。就敢若洗车同款，囡仔真欢喜，这座防疫喷雾的泵坑喷的其实是次氯酸水。专家的看法不一样，好，那其实我们做的是非常少浓度的，那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全部拆除了，我们就不再使用了。 皮肤科医生伫面册顶面提醒讲，真个产品拢讲温和、安全、无害、无毒，大人囡仔想要喷就喷，连红影面拢会使喷，假的嘛会使喷。淹过次氯酸含量超过100 ppm， 对病菌会造成伤害，对细胞同款的伤害。在环境消毒是没问题，你这样大量的撒的话，我们就担心说次氯酸水它吸到也会刺激它呼吸道。 造成呼吸道不舒服，比如说咳嗽啊、胸闷，甚至诱发气喘的发作。医生嘛提醒讲，理论上次氯酸水相关的产品拢应该有卫福部的认可。次氯酸主要成分是杀菌，无就形成皮肤的保护膜，颠倒会去伤到皮肤的好菌。